受到锋面所向南的影响，今仔日中部出现较强的对流。伫咧标日头份有骑奥多巴民众，互风扇倒去，也有一台停伫路边的大货车，互风吹甲变过。另外，海拔3150公尺高的合欢山上细楼，中昼却是伫咧路边角角。这只机车骑到路口，准备越过边仔餐地向线一阵强风，地主人挂车雨线互倒，边仔楼仔厝铁皮也掀掀起来。这种强烈的天气发生伫23透早8点，地点就伫苗栗头份石观音寺附近一个路口。气象站证实这是强烈风。风面和西南风接触交界在一起，非常不稳定，那产生了很强烈的对流系统。可以确认它这个旋转的状况和强风和它风的状况哦。用镜头看的话，它算是龙卷风，没错。锋面甲西南风接触，伫苗栗迄卡岛产生强烈的对流。头份中华路一只停伫路边的大货车，也因为一时的强风准冰车，警方到场交通管制车吊车甲车拆开。停放于头份市中华路旁未发动之营业大货车，遭瞬间强风吹袭，导致翻覆。那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管制，并由拖吊车协助将该车吊起扶正。天顶落大细粒的冰架，南投仁爱合欢山附近的上四楼，23中昼12点左右也出现真旺的对流。日月潭气象站表示，落冰架是一种固态的降水，因为合欢山的海拔真高，要被溶解进前就落到涂骹所致。台湾山区海拔高度超过3000公尺以上，旺盛的锋面对流系统通常会发展超过高空溶解层，将冰箱的固态降水如冰雹往下推送。大部分的冰象降水会在下降的过程中溶解，但由于合湾山区海拔高度较高，因此在尚未完全溶解时就会掉到地面上，形成天降冰雹的灾害。气象站也提醒讲，锋面影响的期间，对流降雨通常发展甲非常紧，都会出现一时间的大水雨。但如讲也是强风，南投高海拔的山区或者是零线顶面，拢真有可能落冰架，民众驶车行路拢要注意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